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9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周薇。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立法院三读通过，甲劳动节改做全国休假，固定假日增加29暝前一天，教师节、光复纪念日甲行宪纪念日。美国企带动台股大起371点，收伫咧20915点。不过后续个半导体关系，股市还阁观察。梵蒂冈选出新教宗。美国的枢机主教普瑞佛斯特名号64岁，是头一个美国籍的教宗。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看上最新的消息。立法议会下晡三读通过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是甲这劳动节改做是全国休假，固定假日有增加4天，包含29暝前一天、9月28教师节、10月25光复纪念日，还有12月25行宪纪念日。赞成57位，反对50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报运会，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制定通过。目前的固定假日计共是11天。今日下晡立法院会表决，国民党团、民众党团靠人数的优势，三读通过4+1的方案。新增加固定假日是有4天，分别是29暝前一天，还有9月28教师节、10月25光复纪念日，甲12月25行宪纪念日这4天。另外，这劳动节嘛对干那劳工休假改做是全国休假。若是未来旧历过年，是对29暝前一天就开始休困，上无会有7天的连假。立法院今日本地是要处理国民党团所提出的反戒严、反废死2项公道案，所以讲这民进党团是透早就去排队要登记发言阻挡议案。不过为着要先表决固定假日迄案，经过协商，那也是同意讲今仔日反废死、反戒严这2案无要处理。立法院准备象征完爱心献给在场每一位委员。行政院长的施政报告甲总结顺结束，立法院最早开始处理法案。主建场锁定国民党团所提出的反戒严、反废死2项公投，还有害加和民众的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等议案。但是民进党团一再去就集合，要用大量的登记发言来动。昨天的朝野协商，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韩国瑜的协商就只是过水，案子都是蓝白定的，怎么可能让民进党有偷藏我们要的议案的可能呢？反而民进党要的国安法案被挡了377次，今天依旧没有办法列入议程。民众党是赞成那兄的2项公投提案，总调吴国昌质疑，敢讲执政党想要把公投法重新搁锁入去这人啊内底。国民党也希望会当赶紧处理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希望民进党唔能够再动。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的时候，民主进步党全面执政，给劳工朋友的承诺是工时要减少。请问从2016年到现在2025年，工时有减少吗？尤其现在特别条例也是行政院提出来的，还有包括大法官 NCC， 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议题，难道执政党要来挡这些议题吗？后续的程序，请各党团干部到议场后面主席休息室进行沟通。为了要让议事会当顺利进行，韩国瑜早起再一遍调集协商，民众党团是提案谴责杜英泰把旧责登记大义避顺。国民党团也针对关建明最近伫咧议会拐仔事件，提案要送交纪律委员会议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初八宣布甲英国达成贸易协议，英国是所有超关税国家当中的头一个。英国是答应会放令进口美国的产品，卖降低对美国的关税。也若是美国迄边是同意的进口英国车，
逐年10万只，不过对顶关税是维持伫咧10%。伫咧前一天有过达成重大贸易协议了，美国总统川普吹背甲英国首相施凯尔环游通电话，最近宣布达成第一个贸易协议。川普讲，细节正伫咧确定，速度来几礼拜内面就会完成。严有医生讲，英国将会扩大对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包括牛肉、乙醇等产品。The UK will reduce or eliminate numerous non-tariff barriers that unfair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American products, but this is now turning out, I think, really to be a great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because it'll be really great for the UK also. So they're opening up the country. Their country is a little closed, and we appreciate that. 川普甲施凯尔拢讲，这是历史性的协议。不过，这份协议依然保留美国对英国进口产品扣10%的关税条款。英国是同期加关税自5.1%降到1.8%，并且提供更加侪美国商品的进口管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讲，英国将会宣布卖100亿美金的波音客机。英国为劳斯莱斯飞机引领和波音公司，美国同意引领甲飞机零件免扣关税。施凯尔讲会赶紧实施这款措施。It will remove tariffs on British steel and aluminium, reducing them to zero. It will provide vital assurances for our life sciences sector, so important to our economy, and grant unprecedented market access for British farmers without compromising our high standards. 专家认为，英国会当成做第一个达成协议的国家，主要是因为美国对英国目标是少数顺差的国家。施凯尔政府一直希望英国伫咧脱口了后，甲美国、中国一个欧盟会当建立新的贸易关系，也莫伤偏多一边。We're still in a highly uncertain economic situation. While it is beneficial to secure this kind of narrow deal with the US, there's still going to be wider effec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US volatility that will affect the UK just like they'll affect many countries. 因为美国甲中国将会伫咧随时日内化针对关税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贝特森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就要先互经济降温，才有可能有进展。公司新闻张伟林、吴继昌编译。美国、英国达成贸易协议，刺激美股大起。这台股的早盘嘛对咧起，收盘时阵是大起371点，收伫咧20915点。台积电嘛起31块，收伫咧949块。不过美国是连面就要公布这半导体关税，所以讲股市的状况是爱去观察。有产业分析师就认为讲，这半导体关税可能嘛无价。台股初到开红盘，早盘起超过200点，台积电带电子股捌徛上942块，后续起价幅度有较黏。分析师指出，对顶关税较大，台股经过1个月修正回补，不过刷来的半导体关税未明，市场是拢伫观察。市场现在其实比较关心的是，川普他撤回关税的速度以及幅度。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对于亚洲供应链国家的一个协议内容到底会是如何。美方预定这礼拜宣布半导体关税前置作业收集公众意见已经结束，收到43篇利害关系人的回复，表态意见无济。产业分析师认为，美国希望伫国内建立半导体加 AI 供应链，半导体扣税已经是明确的方向。初期可能类似对顶关税，税率未伤低。市场预测可能伫25%至8%。美国呢急于将整个这个半导体相关重要的供应链拉回到美国来制造，预计晶片关税的一个课征，它的一个税额一定不会是偏低的。专家预测，初期半导体关税税率偏悬，尾仔可能会进入甲各国协商的模式，会影响半导体业者相关投资布局。转去产地投资美国是早暗的代志，不过美国生产的成本悬，嘛有欠工的问题，若是议价能力较细的中小型业者，可能也是爱去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南北两党就民众4月2日去凯道反罢免，国民党的立委郑正谦就去向质疑讲是有动员移工去参加。不过后来新竹一间永生馆姓何的头家就跳出来讲，其实人是伊招的。不过这阵却是逼出这个头家涉嫌甲新住民放党内暴力脱销，这阵已经去互法院收押禁见。如果没有找出来，我要告他抹黑我，我明明是没有做什么不合法的事情。
我有点能力，我照顾我全部的爷男姐妹，没有工作来我这边工作。进前大声发言咯，讲永兴馆是合法经营，是要互原咱的姊妹一个工作的机会。若被镇压，就民众树立了上凯道反罢免。国民党立委陈正强被质疑动员义工来参加，要让这位姓何的负责人走出来讲，是主动找新住民的朋友上凯道来支持。杨国要让传讲，伊涉嫌放高利贷和共享，并且用暴力脱销。再有理由。看到这个查甫人一直拍一个查某人，要有人踹动才停来。这是新竹乡坝发言人林志杰别讲，伫咧永兴馆外口所发生的监视器画面，检警伫咧找到永兴馆甲负责人的徛家开始搜查，同时具体姓何的负责人甲共犯姓毛的查甫人，并且传讯相关证人到案说明。伫事后依照加重同理恐吓、违反告知法等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竹地方法院伫咧追捕裁定收押。他们之间有在放贷的事情，是原本就知道吗？知道，完全不知道。是落实法哈，完全不了解，谢谢。新竹地检署强调，对有用不法的手段对新住民放高利、暴力威胁，或者是非法收集、利用个人的资料等行为，将会依法积极侦办，追查幕后不法的金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日伫咧火车顶是捡到这有史以来上界大条400万的现金，主人是一个姓吴的越南移工。伊表示讲，这条钱内底有50万是借的，其他是伊食头路欠落来的。不过因为这钱是真大条，所以讲警方正咧查讲这钱敢有问题，暂时要甲现金还互伊。今日早起，这个移工是正常去上班，搁再强调讲钱确实是伊的。是你丢的哦。我忘记啦，不是丢啦，是你掉的。强调400万不是落去，是袂记摕走。就称是失主的男子是家己做菜场的义工，考核上午正常上班，无愿意搁再讲搁较侪细节，代替史上捡到现金相关经验。警方等个厘清，敢有牵涉到非法地下汇兑等不法的情事，暂时无法度互伊甲钱领回去。移工在台湾地区不熟悉银行的汇兑流程。所以资金的往来借贷均以现金来处理，查证的时间会相对的不容易。有限第二个很慢，第三个手续会很高。正常银行汇兑是会台币换成美金，那美金到当地再换成越南盾。初步掌握400万内面50万是男子所借来，其他金额是伊甲伊的小弟伫台湾工作真侪档所欠的钱。虽然伊甲警方表示，这是为着要行进前甲亲友借钱买越南厝的借款，警方无排除伊打算要用这条钱来买台湾的土地。只是帮助业者嘛讲，外籍人士要伫台湾买土地也是厝，拢需要入台湾籍，嘛互案情疑点真济。若是当时当个执行伊，爱等警方调查无不法，有估搁爱一段时间。公司新闻王刘婷等hen坤林慧婷高雄嘉义报道。宜兰大溪警方最近是抓到2件诈骗集团，搁招民众出来交钱的案件，又搁是网络交朋友甲投资的诈骗。这诈骗的金额拢有到900万。警方是有抓到3个车手以上发办。你在说什么东西？我是货运公司的。货运公司。警方解问，诈骗车手也个骗讲家己是货运公司的人，杨过也是由警方看半夜卡手。宜兰大会警方接到一个姓的查甫人报案，讲伊伫网络顶识识一个查甫人，和对方感情诈骗。对方叫伊先付钱，内底收洗面纸的包裹，已经损失211万3000块。大车化工手机也交出来，警方也接到另外一个姓林的女子报案，伊同款是伫网络顶交朋友，对方骗伊去投资虚拟货币，也个买黄金，教伊安怎付钱，已经和对方900万。2件案件，警方拢协助被害人伫咧面交时阵，当场抓到车手甲成员查到现金、手机、点钞机等证物。本分局近期接获多起民众诈骗咨询案件，为有效遏止诈欺犯罪，迅速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并于同日接连破获2起诈骗集团面交取款撤收案件。2件案件，警方总共抓到3个人，全部拢依照诈欺等罪嫌以上发办。最近诈骗的手法是愈来愈侪种，尽量拢是用高报酬的投资等手法来骗民众，叫你汇款或者是面交现金，这个拢是诈骗的行为，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中华一间300年历史的官庭古迹梧桐宫，在77日下晡所受民众夜倒冲入庙内，引导香炉，佮破坏神尊，计共有27尊受到损害。警方高中掠人表示讲，这圣诞的嫌犯情绪无稳定，是这卫生局追踪关怀精神病人，这阵是一直甲人移送警办。监视器翕到一位戴安全帽的查甫人冲入去庙内，先甲香炉引导，才佮跳起伫神道顶夜刀破坏神尊。中华关定古迹梧桐宫初七下晡发生民众情绪失控，夜刀冲入去庙内破坏的事件。警方接到通报，遂赶去现场压制嫌犯。经员警到场了解，陈姓涉嫌人骑机车至该公庙，因不明原因毁损神像，由庙方主委现场向警方表明提出毁损告诉后，警方宣告全力后逮捕代反所侦办。根据庙方的统计，拢总有27尊神像受到破坏，有的神尊拢有100-200年的历史。庙方宣布庙门关3日，全力处理修复的工课，谢绝媒体采访。嘛因为受损的神像毋是指定古物，无适用文字法的法则。那无，伊就是一般民俗的程序来处理这件代志，就是恢复原状或者是损害赔偿的问题。伫刑事可能会有毁损罪甲亵渎庙宇的问题哦，这个部分就是阮爱去看伊是毋是有精神障碍的状况。讲话还是表情、胃口种种各方面拢会当观察到，讲这个人是毋是有需要看医生，千万唔当歹势讲，还是讲病院行袂入来，无治疗，随时拢会发生一寡事故，对社会迄个伤害是真大。警方表示，这位69年次圣诞的嫌犯情绪无稳定，是卫生局追踪关怀的精神病人，已经配合检方的调查，先协助就医，专案依照毁损罪侦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罗马的西斯汀教堂因当庆祝平安啊，这也就是代表讲梵蒂冈已经选出新的教宗。这位新教宗是今年69岁美国的枢机主教普瑞福斯特，名号良14世，也是美国头一个美国籍的教宗。这新教宗嘛已经对外发表演说，祈祷所有的人拢会当平安。初八暗7点半，今年69岁，伫美国芝加哥出世的枢机主教普瑞福斯特，第一遍出现伫咧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阳台顶。伊当选成为普世教会第267任教宗，名号号做良14世。圣伯多禄广场10万人用歌声、祈祷加普声见证这个时刻。Fratelli, sorelle carissimi, questo è il primo saluto del Cristo risorto.Il buon pastore che ha dato la vita per il gregge di Dio. Anch'io vorrei che questo saluto di pace. 这天下昼，西斯汀教堂的演堂庆祝培根，表示枢机主教今伫私密会议内面选出新教宗，民众欢喜发声。良14世互人认为具备真侪教宗必要的特质。2年前，迄当阵的教宗方济各选伊做教廷主教部部长，负责推选后一代的主教。伊也捌伫咧秘鲁做传教士几多年，是拉丁美洲宗座委员会领导人。It was a huge surprise. We never expected an American to be elected Pope. I think 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 Latin American cardinals backed Prevost for Pope. Because remember, he had worked in Latin America both as a bishop and as a priest for 20 years or more. So I think the Latin American cardinals saw him as one of their own, not a gringo. 良14世第一遍发表会，伫全城甲全世界文告内面，讲基督行伫咧头前，世界需要伊的光。感谢所有的枢机兄弟选伊做波多禄的继承人，并且向罗马的教会递上特别的问候，希望会让做伙成做一个传教的教会，一个搭建桥梁对话的教会，像这个广场同款，永远甲双手天开，接纳所有的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历来头一位美国籍的教宗普瑞福斯特，名号良14世。这个良字是历来教宗使用第4个名号，代表坚定的精神。美国总统 Trump 受访问的时阵是表示讲，这是美国无上的荣光。在枢機主教普聲迎接之下，新任教宗良14世到西斯汀教堂內面一個人祈禱。
美国一位司机主教普瑞佛斯特当选第267任教宗，成为第一位美国出身的天主教领袖。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美国的荣耀，正期待甲教宗见面。What greater honor could there be? And we were a little bit surprised, very happy. It's just a great, absolutely great honor. 69岁普瑞佛斯特，1955年伫芝加哥出世，自细汉就做副祭。1982年晋封神父，1985年去秘鲁，并且定期回去美国，伫咧伊的故乡担任长区的教父加修道院长，伊有秘鲁的国籍。当地人对伊的记忆诚深，认为伊是为关怀弱势族群，致力伫咧教会团结的牧者。伊捌伫秘鲁西北部做教堂的神父，甲神学院的教师，时间有10年。伊所选用的“良”这个名号，是历任教宗内面使用次数第4最，代表着坚韧不拔的精神。Most importantly, it tells us that he is going to continue a tradition of Catholic popes not hunkering down, but instead going out to the world and listening to the world. It's no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Catholics are better, but it's to listen so that Catholics can bring their unique wisdom and their unique beliefs into the most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顶一位用良做名号的教宗，良13世，伫1878年到1903年之间领导天主教会，被明记是一位致力伫咧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教宗，反思工业革命初期的工人权利甲资本主义。路透社报道讲，良14世之前捌伫咧社群媒体 X 顶头打文批评川普加范斯，不过也无法度证实是毋是伊本人所发文。北加良14世伫咧圣奥古斯丁修道会受塞修士讲，公平正义、和平也个环境议题，总是当触动这位新教宗。Que cuando fue el Papa Francisco a Perú, era de los obispos que dormía con la gente, haciendo la vigilia con la gente en la tierra. Y ese estilo tiene Roberto, esa cercanía, esa búsqueda, esa. 虽然伊伫咧秘鲁做总主教的期间，无法度片面的会甲教会内面的信经的条文牵涉到，不过伊的教区坚决否认伊捌参加暗含的行为。即便参加秘密会议的司机主教内面，有80%是由方济各任命，普雷佛斯特的当选也被看作是延续方济各的改革路线。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我来看冲突的消息，中一日印度空袭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这巴基斯坦嘛随伫咧边界反击，讲是有甲5架印度的战机拍落来。西方的分析家是认为讲这情势恐惊会阁加悬，各国嘛呼吁这两国都爱存在。这是印度军方上新公布的画面，显示印度空军战机以飞弹攻击巴基斯坦和巴国控制克什米尔境内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但是巴国除了颠倒指控印度攻击平民社区，造成至少26个人死亡、46个人受伤以外，因加登港都伫边界发动轰炸，做出反击。ये वो बुज़दिल दुश्मन है जो निहत्ते इंसानों पर वार करके खुद को ताकतवर समझता है, लेकिन कल रात हमने साबित कर दिया कि अल्लाह ताला के फजल करम से पाकिस्तान अपने दिफा में मुंह तोड़ जवाब देना जानता है। 根据印度军方的讲法，巴基斯坦的边界轰炸是造成15个人死亡、43个人受伤。另外，土耳其通讯社因巴基斯坦军方的消息，讲是巴国伫空战内面，甲5架印度的战机拍落来，包括3架法国制的标风战机，佮有俄罗斯制1架 Su-30和1架米格29。不过，印度方面也无对这做出任何反应。卡达半岛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讲除了轰炸，印巴两军嘛沿克什米尔控制线，互相以小型的武器来射击。另外一方面，除了各主要国家互印巴自我克制，嘛有印度的分析家认为讲，巴国的反击是为了要拼一个民主。互相开战的状况，落尾嘛是安尼就刷去。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后礼拜要访问中东地区，佮宣布讲是要甲波斯湾改名号做阿拉伯湾。另外，美国迪士尼是宣布讲，要伫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阿布达比打造一个全新的乐园，是这迪士尼伫咧世界第7个园区。Today, we celebrate another thrilling moment, the creation of a spectacular new Disney theme park resort coming to Abu Dhabi.
迪士尼设备公布财报，同时宣布新主题乐园计划。这主题乐园度假村会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的亚斯岛。迪士尼甲真奥用定正式互动科技阿联企业米拉尔集团共同打造。阿布达比观光部甲米拉尔指出，新乐园会结合互动科技精华，为跨世代呈现放眼未来娱乐形态。As a place where heritage meets innovation, a place where we preserve our past while designing the future. 人口250万的亚斯岛是阿布达比的观光娱乐园区。目前真侪乐园有欢乐兄弟主题乐园、海洋世界、法拉第世界等等。2013年，去亚斯岛的人次都有3400万。新主题乐园的开幕时间还未确定，为设计到时间超过爱用5到8年的时间。美国用娱乐休闲产业进军阿拉伯世界时阵，在国际外交舞台有新的动作。美国总统川普按算13访问中东，计划宣布正式将波斯湾改名做阿拉伯湾。美联社伫册内引用无出名的官员的话表示，这项消息测试伫白宫办公室，川普也间接证实这个计划。Is referring to the Persian Gulf as the Arabian Gulf? Are you going to make that announcement on your? They're going to ask me about that when I get there, and I'll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伊朗伫古代波斯帝国的境内，波斯湾的名字为罗马时代就开始用。16世纪，大家拢知影有地理标志的历史意涵。阿拉伯国家长期也是要改变这片海域的地理名字，不过遭到伊朗反对。2011年，伊朗也捌威胁控告谷歌公司，无伫所谓地图标示波斯湾。目前美国版地图伫波斯湾了后标示阿拉伯湾，这改名消息引起伊朗政府反对，是不是影响美国甲伊朗的核协议谈判进度？爱国观察，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镜头转来看咱国内消息，查甫囡仔凯凯哪像是去互年母苦毒死亡？民进党的立委林月琴是案件发生迄当阵对外口请督导，就去互批评讲无担起应该担责任。林月琴今仔日就伫咧立法院哪口哪强调讲，因这款对外口请的督导是无咧干涉内部营运甲管理的。另外，时代力量是建议讲，要改善年母的查询平台，呼吁这条约就要赶紧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兄弟姐妹，大家站出来替他。用卫生纸吸目屎，民进党立委林月琴伫立法院议场门口哭出来。媒体人朱凯翔讲，林月琴是凯凯案时期外聘督导，批评林月琴也是先尽职责，无定到会当救到凯凯。林月琴采到回应，外聘督导是被动协助，无牵涉到内部营运管理。所谓的外部督导，也就是他们提出问题呢，然后我做回答。那针对于他们内部，我是不做管理，也不做督导，不要政治口水，不要用政治话术来消费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从立法修法双管齐下，催生儿少托育服务专法，再到我们强化儿盟的监督机制，以及精进收出养的制度。民进党团挺林月琴，搁爱在野党团共同透过法制完备儿童保护机制。台北市社会局回应，林月琴是107年至112年外聘督导，工作内容包含访视、报告检视、辅导、管理流程检讨，也有工作团队团体动力协助等。每一季出外督导一届。托育资讯更完整。送托宝宝不忧心。凯凯案引起社会正关心。时代力量指出，托育制度甲年母查询平台拢有缺失，包括寄托人员资讯无够透明，社工访视不足等。看不到这个保姆的过去的经验，他有多少的托育年资，还有他的服务相关的记录，然后也看不到在职的训练的这些相关资讯，同时在系统上也没有政府访视的结果。王婉如建议六大改革方案，包含提升敲税功能、完善托育履历、公开年母年资加在职训练、公布托育环境资讯、团结的托育场所的相片、公开共同结果成员、公开访视加采阅资料、建立回馈机制，呼吁调研爱赶紧排审行政院所提出的儿童托育服务法案，专法保护儿童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同款是牵涉虐待囡仔案件，新竹市东区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是去互家长通报讲牵涉苦毒囡仔，3月去互停业。新竹的地检署昨是宣布终结专案，细场的负责人、姓罗的园长，也有姓吴的助理教保员有拍囡仔行为，甲因提起公诉。
听到感的声，这幼囝防对三领兄救起来。这间伫新德市东区的私立幼稚园，和家长通报讲不当管教涉及苦毒囡仔。新德地检署采别侦查终结，起诉书指出讲2月中，姓吴的助理教保员为着要制止4岁的囡仔，甲教义的佚佗米收起来，伫幼幼班教室幼伊的三领。2月中，伊阁为着要阻挡另外一个囡仔去做共班的，伸手揪伊的头鬃。细条的负责人嘛对囡仔扇喙皮，嘛有拍其他的囡仔，不当行为上侪摆。另外，细大的园长除了摕囡仔的手家己扇喙皮，阁逼囡仔册柜罚徛。3个人方认定故意对囡仔犯伤害罪，包括他的师生比他的空间都是违规的。那教育处也一再的裁罚，甚至在去年的时候还叫这个园所的老师呢去上课去做正向管教的辅导，但是呢还是一再的出事。面台指出讲，这间幼稚园进前就有违规的记录，师生比无符合规定，佮用无教保资格的人员做教保服务。对去年底开始已经有400个裁罚记录，虽然讲已经停业，但是民间团体呼吁苦毒囡仔的事件一直传出来，主管机关应该把相关案例整理，再用正向表达的方式，让第一线教保官知影拄着安怎处理。日本他们也是有这种机构儿虐的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有列出来，就是你的正向的方式是什么？如果是采取怎么样的一个负向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是为何？民间团体提起讲，家长选幼儿园会当加查敢有违规的记录，另外幼囝若拄着不当对待，有可能会出现奇怪的情形，家长会当加听因讲，加引导，注意囡仔发出的信号，再反映予学校也是主管机关。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处理无适任的教师，教师法2年前修法，设立校方事件处理会议。不过，教师团体今日是批评讲，这个新法并无互处理的速度变较紧，甚至佫出现未少滥删投诉的情形。即阵张教总就要求教育部甲立法院修法处理。这个老师脚甲手拢受伤，伊伫学校内底去互学生攻击。亲像这类校园的冲突或者是争议，不时伫咧出现，时间一个久来，对师生拢会造成伤害。尤其教师法2年前修法，定出校事会议，还佫制定改评的办法，加速处理无适任的老师。不过，教师团体甲立委举行记者会，批评修法了后，出现未少乌白投诉的案件，互老师是头壳摸咧烧，影响教学的品质。有的调查人员。我们看很多的地方，几乎都是用法律专家去做处理，完全没有现场任何一个老师在。最后一样走到不适任被解聘的，我们的数据里面大概6%，那我认为应该更低啦。全教总做一份问卷的调查，短短1礼拜内，都有6300多个教育人员参与，显示超过80个学校开过校事会议，也有学校过去1年会议的案件都有20件以上。调查嘛发现讲，有要9成认为对教育品质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超过8成认为会影响老师长期留任的意愿。当一个老师很认真想要为孩子做些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却步说：我会不会说的太多了？会不会被投诉？我投诉之后，我还要面临这么大的调查。最重要的是还有那个污名化，把这个资源放在所谓的无谓的这个滥诉的案件上。那这不仅跟我们关注的，我们长期所倡议的这个行政减量、背道而驰以外，那我想也会排挤到老师这个备课。有立委认为讲，亲像校事会议处理的做法有调整的必要。全教总建议，面对老师去外界不当投诉的情形，建议立委参考韩国教师地位法，规范外界对老师教学的干扰。教育机关甲主管嘛应该勇敢来承担，主动无徛名或者是乌白投诉的情形，捍卫教育的专业。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再回来关心天气，今日早起全台湾拢真好天，不过气象署是个对今日下半晡开始，因为这黄霜雨的风面要来啊，山区平地拢有可能会落雷公雨。这西半部甲东半部地区要落短暂雨，也是雷公雨的几率都会增加。华南地区华中的这一段，很明显的有一条很组织非常明显的云系落在这个地方。那其实也就是现在锋面系统所处的范围，锋面会逐渐的靠近我们台湾地区，在今天的晚间已经抵达了我们台湾海峡这个地方哦。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周日的这段期间，锋面会开始通过我们台湾的本岛，所以整体的降雨、强降雨的现象呢，也会出现在我们台湾地区的。气象署预告，这波黄霜雨的锋面是影响台湾2天以上，就要到后礼拜一才会离开。这拜一的顶半部、南部、东南部水汽悠远的较高，就要到后礼拜2天气才会慢慢恢复稳定。
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出门就一定爱早雨伞雨满，嘛爱提早准备，避免积水的灾情。这高雄捷运的红线昨早起有一台列车对高雄车头出站了后，这车门的玻璃竟然是向落去，加载无去牵着人。这高雄捷运公司就表示，逐工要发车进前，因拢有先检查，即阵出这款情形，因会阁全部顺一届。发生意外，高雄捷运车厢登去维修厂，大门玻璃落无去的所在，已经用铁布先搭起来。差别早起7点外，红线这台列车对高雄车头站开出站无偌久，车门的一块玻璃就规片落落来飞出去，加载无造成人员受伤。高捷接到通报，赶紧派站长就车了解。马里新泰园区站安排250几个民众坐后一班车，不少民众看到这车门玻璃飞起的画面，拢感觉实在是伤害嘛。在香港从没发生过。很遗憾，从没听过。那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有点夸张。这如果是在运动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很危险，可怕，而且小朋友在应该也会打到他们吧。通车17年的高捷头届发生车门玻璃飞起的意外，那民众感觉喊过，就连高捷也想无是安怎发生的。高捷表示，目前是排除人为甲外力的因素，初步研判可能是固定玻璃的塑胶皮啊老化造成的。不过因为车门玻璃是永久固定式的，不是消磨品，因要向原厂反映，原厂也讲，目前国外也没发生这款情形。我们今天晚上也会针对现在全线所有的列车来进行这一个全面的检修。那目前场内的列车都已经检修完毕，目前在场内的列车是没有相同的现象。那预计在今天晚上会完成所有车队的检修。高捷表示，每一台车逐工发车进前拢会先做检查，亲像玻璃落去的这台车，所有检查拢正常。另外，还阁等原厂排时间派人来检查，即摆会先甲规片车门拆落来保全状况，换一对新的车门倒起哩，互列车先正常载客。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高雄基镇的风车公园特色就是这风车的造景，不过最近游客来说发现讲这风车的风屉拢断了了。另外，亮灯啊，热日的厝顶无去，造景的条啊生生凹了了是真危险。即阵工务局是答应讲会赶紧去改善。来到基镇的风车公园，规支好好的风车已经剩无济。原本这风车应该爱有3片风叶啊，不过有几落支的叶啊拢已经断了了，甚至有风叶啊顶悬卡风吹。有外地游客专工要来看这7支造型特殊、佮兼具发电功能的风车，一看到这开卡欠手的模样，拢感觉真失望。既然标风车公园，应该也要有比较多一点的风车吧？那其实这些风车很多都坏掉了，都没有在动啊。最大那2个也坏掉了，也没有在动啊。风景有够歹，该改进啊！这属那个类似风景区嘛，风景区啊，伊会带动属有一个带动气温啊，拢无啊。这风车也捌受损，唔那歹看，够安全的要求。公园内底够真侪设施拢害了了。议员即阵表示，包括入口厝的亮灯啊、厝挂，唔知当时就去互风吹无去，海见的栏杆破损，艺术造景的条啊有几落支生生凹去，拢会威胁游客安全。要求工务局爱紧改善。因为安全要先顾虑好，因为这我唔知当时伊烂起来，侧里的帮也啊，唔知当时有人底下，它前面都是停车场。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个门面。因为它已经混凝土中性化以后，你要再重新补修它，但不太可能，必须要重做新的。那个棚子也都吹走了，也就是因为就是混凝土跟那铁件它没办法结合，所以连锈蚀脱掉。所以这部分我们已经在重新规划。工务局表示，风车公园已经20外冬啊，因为海边咸水淹冻，会互阿妈头中性化变甲脆脆。有用到阿妈头的部分，会重新来评估规划；艺术造景的部分，一定优拆。若是有放弃的可能性，也会大心处理。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台中市目前是有5800外间的公共便所，评分得优的就超过99%。不过，民众讲，这不少景点也是公园的公共便所，不是各种都是垃圾理路，这评价根本就无影。台中市府就表示，因为巡检的人力无够，才会造成民众感觉无好，会加强巡检，维护品质。这个公共便所看起来真旧，有的设施各个种也未修理。这是台中西屯一搭公有停车场的公共便所，不过外口刷打特优等级的标识，民众感觉甲实际状况差真多。他们在人力的调度上吧，就是安排上打扫的次数来说，可能就是都是固定的。
所以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在假日上也遇到那么干净的厕所。有民众讲，像隔壁湿地游客中心的便所，查甫便所有4个尿道各种，北屯一间卖场的便所嘛有真侪尿道搭维修的标示，不过这些便所拢红列做特优。市府表示，目前逐档拢有办理公共便所的评比，来鼓励维护单位甲清洁人员，卖加强管理公部门的便所。如今连续评鉴2次分数不佳，将予以降级。如查获明显脏乱情形者，将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予以告发。市府表示，目前的管理5810座公共便所，有超过9%是特优级。也去年收到的通报案件当中，爱改善的有200件，拢已经要求管理单位爱改善。也公共便所评比标准是按照环境部定的检查表，只要袂垃圾、袂臭、袂淡，就会当来做特优。不过用过拢是主管机关来评价，所以来会运用 Google Map 和民众来评分。当做自己家里的，应该就不会乱丢还是破坏之类的吧。大家如果就是卫生习惯好一点的话，就比较容易维持干净啊。袂少民众表示讲，公共便所伫假日时使用机会悬，品质确实会较歹。除了管理单位加强摒扫，民众的公德心嘛真重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数发部统计，政府的网络平均逐天去互攻击240多万件。行政院昨是通过第7期国家资通安全发展方案，要利用 AI 主动防御对撞骇客。今日早起，司法部长黄彦南是去台东大学演讲，表示讲会对高中就开始培养 AI 人才，互因投入治安的工作。国内的学术网络常常互人攻击，按过网络的攻击形态万千。一间科技公司找到早起，特别利用台东大学资讯管理研讨会，捐500万的治安软体予学校，维护校园学术的网络安全。导入到我们学校，不管是在校务行政，或是在课程的一个研发，或是人才的培育。那学术网络需要治安的维护，司法部长黄彦南嘛特别去学校演讲政府推出的治安政策，提起政府平均每天有240多万件网络攻击，而且利用 AI 生成的假资讯、假身份特别多。伫民间主要是发生伫网络诈骗。行政院初备通过第7期国家资通安全发展方案，今年一定投入88亿，推出全社会治安主动防御。政府会结合民间的力量，嘛要用 AI 技术维护产业加国家安全。太多攻击是由 AI 产生的，那你如果用传统的方式，其实是很难守。那所以我们要发展 AI 技术，去主动式去侦测、去预防啊。黄彦南讲 ，AI 技术研发需要更加侪人才，希望为高中就当找到人才，加入政府治安团队。特别喜欢去试着一些新的这个东西，看能不能进入系统。这些人其实因为他对治安有兴趣，我们当然是希望从高中就发掘这些人，开始培养。黄彦南讲，资讯的安全不是政府各部会的代志，也是全民共同的责任，尤其爱特别防范假影音资讯的诈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云林县内是有28座蓄水池，分管府全国招待生订定蓄水池使用管理要点，规定这蓄水池是禁止钓鱼啊、甲游泳，机车嘛袂当入去。若是违规上当去罚6000，嘛要求你离开。这几年为着因应气候变迁起地的大水灾，云林县有28座大大小小的蓄水池，多数因为自然生态，正做鱼仔的生态地，成袂少钓客甲游客去佚佗，却也发生袂少人甲车烧客，佮有钓鱼仔等违规的行为。就骑机车来用钓竿钓啊。我们有没有人跟他们劝导，说不要在这边钓？这边有谁？所以大家不知道了哈。村民应该不会理他们啦。云林县水利处表示，为了排解使用蓄水池的纠纷，云林县大省全国公告云林县蓄水池使用管理要点，县内的蓄水池禁止钓鱼、掠鱼、收水等行为。若违法，会照云林县公园管理处置条例，相当罚6000块。大家莫去钓，你安尼哦，惊人有危险性外安尼款啦。吸引了相当多的游憩人潮。但也衍生了相当多的使用上的一个纷争，例如骑车或是钓鱼的违规的一个行为。那云林县政府订了这种子的一个管理样例，还明确规范了一个使用的守则。
水利署表示，原来28搭有扣水池，面积达到300多公顷，主要功能除了防止做大水、涉水、甲休闲，即届也明确规范扣水池会当提供学术研究、艺文活动、甲休闲活动等用途。也毋过钓鱼、乌多摆骑入去步道，也是盈利的行为，拢是禁止的。民众着细力莫违法。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美国的关税政策是影响到真侪行业，主要外销美国的渔民就真烦恼讲，因本地毋免扣关税的背乌好，即阵是已经去互扣10%的关税，若是搁踏关起哩，这受影响就会真严重。所以讲，今日早起3个主要掠背乌好产区的渔会，就去立法院办推广，希望讲销国内量嘛会当增加。将优点搬去到立法院，一块一块背乌好指甲酥酥脆脆，互大家现场食到好滋味。咱的背乌好要销去美国原地零关税，目前是暂时爱扣10%的关税，目前还搁咧等待最后谈判结果。民进党的立委伫咧立法院举办推广会，希望大家来甲渔民斗3工。庄瑞雄委员昨天就打电话给我说，立法院吵架归吵架，但是渔民的生活啊，渔民的收入非常重要。那这个立委做伙来支持台湾的背乌好，因为背乌好是这届关税谈判内底受到上大冲击的海鱼啊。一年产量5000吨，有7成是外销，销去美国的阁占内底7成遮尔多。台东新港渔会就指出，目前扣10%的关税，因为订单袂当当，也搁咧继续外销当中。也毋过关税若搁较悬，恐惊就无法度甲中南美洲来竞争。如果10%以上，可能对渔民来讲就是一种很大的冲击，所以渔民非常担心这一点。为着要将部分产量转向内销，除了卖青的背乌好，三大渔会嘛积极咧辅导开发鱼酥等等的加工产品。不过全国渔会表示讲，要转做内销，数量嘛有限。所以我们的优先还是希望把关税谈好，当然要谈好，市场所有关税要让它回到正常。农业部表示，必须要拍拼分散外销市场，嘛要协助渔民摕到国际海洋委员会更较高级的认证，才会当拓展伫咧欧洲、日本、韩国等等其他市场。叫做 MSC 的认证，因为透过这个认证我们的这条鱼可以游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因为最近有对澳洲进口的猪肉，互人验出有来克多巴胺，虽然无超过标准，不过也是有小型低调的业者的烦恼讲，俗价进口的猪肉会去冲击到因的生理。针对这个代志，农业部长陈俊贵强调，咱国内禁止使用来克多巴胺，若是食国产猪肉，就唔免惊会食到。嘛希望透过加强产品的标示，互消费者会当家己选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市头一批社会主体宜居成功甲宜居仁爱开放登记，这两区计共是有178户名额，不过到即阵是已经有超过4300人申请，抢到的几率高达4%。透过市府的宣传影片，会当看到台南头一批社会主体内部的状况，室内真光，空间也真宽，且袂少民众去抽签。最近台南市头一批社会主体开放178户抽签，煞有4300多人申请，抽签率敢若4%。其实周遭的环境、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设施设备都还蛮好的。就是说，好吧，那既然有投，就是有机会，但也不会抱太多任何的期待，说我可能会中这样子。台南市都发局解说讲，4300多人内底有800多人是中福抽签，抽签率唔那4%尔。另外，台南市针对弱势住户原本就有4成优先户，万一若无抽到，会放零标准，保障实际权益。4393件当中有800几件是重复的所以安尼起来比率起来当然会较悬。这40%的优先户就是讲真正就是弱势更加弱势啦，所以伊也无法度纳入优先户的部分，阮会甲放伫一般户来做一个抽签的机会。所以讲，这个优先户有2届的机会啦。台南社会主体真侪人要申请，抽签率比上北甲台中的平均10%到20%更较低。市府强调会透过多元管道推动社会主体，目前有184户员工，7099户等咧起。即阵咧规划甲等咧起的计共11170户，未来社会主体会继续去保障市民大的权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丰德老人基金会就发布未来共好报告书，呼吁社会要爱重视健康、高龄诈骗、甲年岁歧视等6大议题。
嘛按算讲会甲民间企业合作开课办活动，互咱的社会环境对社会人来讲哪来哪优先。台湾自2025年开始进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劳动部的统计，2024年中高龄含高龄就业人数有510万多人，比10年前增加80万多人。这嘛代表生活上工课场的高龄议题愈来愈重要。长期关注老人议题的风德老人福利基金会，今年创立30周年，因发布未来共好报告书，针对健康议题、高龄诈骗和年会歧视等6大议题，基金会和民间企业合作，希望呼吁社会重视。你也是食品业，你安怎做出可能适合老人家吞咽上面或咀嚼上面会需要的食品？你也是金融业哦，你安怎我们一起来关心，以安怎袂去用诈骗？所以我是感觉各行各业。伊拢会用个对这个题目开始关心。根据基金会的调查，有超过80%的时段认为家己3顿食甲真营养，不过实际上敢若6%的时段有符合国健署建议的营养标准。基金会和食品业者要合作，伫咧全国办18场营养检习班，让时段还有正确了解安怎食较健康。健康的身体上最重要就是讲你要食健康，那食健康就是要让老人家怎样讲，你们安怎吃，那所以我们就会请营养师来一起教他们营养素的东西。另外，基金会嘛指出，根据外国医疗库 BNC 和可看的研究，有关时段内容和话题，负面的描写比正向的加出10倍。基金会希望未来透过台湾的数据调查来呼吁媒体做出改变。感觉上，长辈出现的字就是夕阳、黄昏、凋零，好像出现了长者，他就会跟高龄化社会它就会带来的问题。可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它并不是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会变老，身躯边嘛可能有需要照顾的时段。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希望透过无同款的活动甲合作计划，让民众对时代的需求有愈深的了解，做伙打拼，让台湾成做高龄优先的社会。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飞行车上建2026年，也就是明年初地当量产。欧洲国家斯洛伐克是表示讲，因当地一间公司飞行车 Aircar 又搁推出新的版本，广告讲只要300公尺长的跑道就会当起飞，一只是按算要卖60万的英镑，好代票2400万。因为 AI 技术这几年真侪间厂商研发车用自动驾驶晶片，毋但用伫路上，也有真侪间公司往天顶的研究，互未来科技发展会真快。斯洛伐克交通运输管理局是讲，2022年是乌克兰因远景公司的飞行车原型 L 卡适航证书，延伸的动力是由 BMW 提供，只需要300公尺长的跑道就会当起飞。这台双人座的飞行车佫杀出上新的版本，并且会伫2026年初开始卖，价销伫60万英镑，差不多是代票2400万。You can pack your aircraft in your garage, and then you can go from A to B without needing any taxi, etc. So I'm expecting a great demand. 克莱因远景公司表示，因的头一届起飞是2021年，9月前已经飞行将近170点钟，起飞甲降落的次数嘛超过500届。而且伊的飞行延任为280匹马力起跳，上悬会当达到300匹马力，这代表飞行的时速会当达到170公里，飞行距离有1000公里。另外，还佫会当加紧徛伫移动的速度。根据克莱因远景的介绍 ，L 卡伫2分钟内就会当为汽车变做飞机。不过专家是讲，因为是陆空两用的交通工具，唔是有汽车驾照就会当上路。There are many complications. Obviously, a person flying it needs a pilot's license. That's very different from an Uber driv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Next, of course, is you've got to have the appropriate levels of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航空分析师是解说，为着要达成陆空两用的愿望，飞行车的设计一定是爱做调整。下尾的车可能唔是一台性能特别好的汽车，而且会当飞的飞机嘛无代表真好开。所以飞行车的卖将爱有心理准备，可能无亲像因所想的遐尔厉害。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
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东部地区27度到32度，外岛地区24度到31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下晡3点再相会。龙胆石斑，这是倒位的特产？屏东拿比，龙胆呢，饲差不多3年左右，足特别的，是鱼石斑的鱼，石斑的咧，金沙鱼柳，足大地哦，你规集拢。